當年整個江門最貴嘅攞地價要驗知60萬先可以睇樓嘅濱江天際，現在居然7字頭單價就可以啦。呢一個業主亦都係我見過幾乎可以話蝕得最多嘅業主，足足蝕咗160萬，單價計起嚟比當年嘅攞地價還要平，仲要送埋產權車位，送埋10年嘅物業管理費。如果想要大平層嘅客戶，呢一間屋真係一定要跟我上去睇下啦。咁呢個呢，就191方4房南北對流雙陽台嘅格局，好多人呢都會話呢個係4+1房，但係我覺得嗰間呢只能做雜物房，呢個就唔講啦。咁佢係2梯2戶 C 梯入戶嘅設計呢，你可以睇到整體面積嘅話呢，戶型上嚟講係冇得講噶啦，客廳大、飯廳大，再加上呢佢層高呢其實係有3.1米嘅，一啲都唔壓抑嘅。咁濱江天際呢，當時真係妥妥個富人小區嚟嘅，包括你可以睇到嗱，呢一棟樓位於呢個小區中間啦，望出去嘅話呢，就係小區嘅中族園林啦，包括呢一個兒童樂園啊，包括泳池啊，包括你睇下距離呢一個地理位置上，橋都會啊、橋苑啊，全部呢佢都係位於中心地方，雙子茶嘅配套，返學呢亦都係十分之近嘅，所以喺呢一度呢就真係好方便嘅。因為門口呢，呢一度有一個大衞生間長輩房啦，呢一個呢就係頭先我講到嘅雜物房，咁一家人呢雜物肯定多噶嘛，咁呢個空間就啱好利用啦。咁你嘅鞋啊，平時 BB 嘅單車啊，都可以放喺門口嗰個 C 梯入戶嘅空間噶啦。呢一間房呢，就非常之適合屋企有老人家嘅，唔需要行太多個路，一入門口嘅話呢，有埋套間，而且空間呢亦都係夠晒大嘅。咁其實呢個戶型呢，整體嘅話呢，就係房大廳大，主人房就更加之大。嗱，你再睇下呢個客房嘅空間，可以放埋1.8米嘅大床，做埋一個放埋鋼琴呢都係足夠嘅。最細嘅呢，就係呢一個房間，因為呢個空中花園嚟嘅，同樣都可以放到呢一個1.5米床。你睇呢個視覺出去望出去呢，其實個樓距呢都還算係可以嘅。嗱，你睇呢個主人房嘅空間大呢係真係夠大嘅，但係畢竟呢係3.0嘅產品，佢喺設計動線上呢係得個大嘅啫。因為你雖然放到2米嘅大床，但係你要設計預留你嘅衣帽間嘅空間，因為佢係冇預留到嘅。你可以自己設計一下，或者一排又得 L 型又得，呢個隨你哋啦。但係衞生間嘅空間你真係夠晒大，雙洗手盆、浴缸位咧都可以俾到你嘅。咁但係你要諗喎，佢呢度嘅單價只需要7字頭啫喎，而且呢個地理位置係真係好方便，因為樓下嘅商鋪已經全部開晒啦。無論你係去食飯啊、返學啊、買餸啊，甚至乎市場咧，都係步行就可以到達嘅啦。其實碧桂園嘅物業咧，一直以嚟都係褒貶不一嘅，但係我哋自己親身嘅感受咧，每次入呢個小區咧，都係會被嚴格嘅登記，你先可以上嚟。我自己個人覺得管理嚟講咧，都係唔差嘅。咁你諗下呢一間屋嘅話，7字頭嘅單價，送埋一個產權車位俾你，仲有10年嘅物業管理費，呢度又慳咗10幾萬啦。如果中意濱江，屋企人口比較多，中意大戶型，又想要執樓嘅話，呢一間屋真係唔好錯過啦。有興趣嘅話喺我評論區打7，我將所有嘅資料發晒俾你哋啊！